大家好，歡迎返嚟收聽萬盛早晨之萬多一點呢個歷史專題系列。萬多一點呢，係想俾大家認識更多曼徹斯特裏邊嘅各小嘅城市，等大家呢可以多啲認識，令到大家呢對呢個地方充滿興趣，亦令到自己可以加添一啲歸屬感。好啦，今日翻嚟萬多一點呢個專題系列，問少少問題。可能大家都有遇過，如果大家而家住喺曼城嘅南邊或者西南邊，又或者你揀屋嘅時候，有冇聽過地產嘅經紀、地產嘅代理講過一句說話？呢一句其實都幾好住㗎，呢一句叫做 Armston。咁大家有冇諗過呢一個問題？ Armston 其實係一個乜嘢嘅地方呢？今日呢一集，我就想大家一齊慢慢行入去 Armston 呢一個地方。我哋唔係用 Google Map 嘅方式，而係用時間、人物、用生活去拆解一個好似好平凡，但其實一啲都唔普通嘅曼城嘅地方。Armston 未出現之前，其實係一片冇乜名嘅地方嚟嘅。如果大家將時間推返去1000年前，Armston 其實呢個名根本就唔存在，呢一個唔係一個灘，唔係一條街，甚至唔係一個村落，佢只係一個夾雜住河流嘅領域附近嘅一個低地草原同埋農田嘅地方。以前嘅人唔會話我哋住 Armston， 只會話我住喺河邊嗰邊耕下田放下牛嘅啫。呢一邊呢一帶嘅歷史早期係屬於農業嘅地帶，河流嘅文化，河水唔單止提供咗灌溉，仲喺交通物資嘅交換，甚至防禦嘅一部分。所以 Armston 第一個身份其實唔係一個住宅區，而係一個被大自然包圍住嘅生活空間。Armston 呢一個名點解又會出現呢？Armston 呢個名一般被認為源自於古英語或者一啲北歐語系嘅裏邊，最常見嘅解釋，其實係個串法就係 UR 或者叫做 ORM， 其實係一個好似人名嘅名嚟嘅。TON town Armston 就係呢個村落嘅意思，聚居嘅地方，意思即係某某人建立咗一個小嘅村落嘅意思。換句話說，Armston 原本係一個帶有私人色彩嘅重要地方，唔係一個城市規劃下誕生，而係由人民慢慢聚居一齊生活而成，自自然然成為咗一個社群。呢一個身份，呢一個出身，其實喺英國唔太宏大，又唔太特別，但係其實好實在。Armston 嘅命運嘅轉捩點喺邊度呢？其實都係鐵路嚟到就改變咗啦。真真正正改變 Armston 嘅命運，唔係某一個貴族，唔係咩法例，而係簡簡單單嘅一條鐵路。19世紀嘅中後期，工業革命全面影響咗 Manchester 呢一個地方，工廠、倉庫、碼頭、運河全部爆發式嘅增長。周圍都興建，周圍都係運河，周圍都係碼頭貨倉。問題就嚟啦，啲人工人住邊度呢？點樣每一日來回城市呢？就係鐵路一鋪好咗之後，Armston 由農地瞬間變成一個通勤嘅地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年嘅情況啦。日頭男士女士趕住搭火車翻入去 Manchester 呢個 city 裏邊翻工，夜晚就急急腳翻一個比較乾淨、寧靜、有新鮮空氣嘅地方生活。Armston 就係呢一個地段，就係呢一個地方，由農業地帶變成生活嘅地帶。Armston 其實有咩性格特質？佢係一啲咩環境呢？其實 Armston 係一個唔張揚，但係一個好穩健、好穩妥嘅一個地帶。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去形容 Armston， 我會咁樣講：佢係唔嘈又唔急，亦都唔需要證明呢笪地方俾其他人睇。同曼城市中心好唔同
Amsterdam 呢係冇高樓大廈、冇夜生活嘅地標，但有一樣嘢可能大家都好清楚，佢充滿住一個生活節奏、生活感喺裏邊。呢度呢發展出嚟嘅唔係一個奢華嘅文化，而係慢慢形成一啲社區嘅學校、公園、社區活動，例如圖書館啦，一啲生活嘅公園、商店街，佢唔會好多，但係夠你喺度取用，可以買到你想要嘅嘢。足球場、運動場呢啲可以團結到啲人一齊做運動嘅地方。一代一代嘅家庭就喺呢度生活，喺度點樣養老，喺度點樣諗退休生活。去到戰爭嘅時代，Amsterdam 呢變成咗後勤嘅基地。去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Amsterdam 呢冇變成主要嘅戰場，但係佢唔係冇份，而係相反，充當住一個後勤支援嘅基地，一個地帶，工廠、倉庫、鐵路嘅連接，令呢度成為咗物資、勞動力、居住人口穩定嘅供應區、供應鏈。好多嘅家庭都喺呢個年代定居咗落嚟，變成咗 Amsterdam 人 Amsterdam people。 工業革命退場之後，Amsterdam 呢有冇因為咁樣而崩潰而崩壞呢？好多人都會問，工業嘅革命嘅熱潮退咗落嚟，Amsterdam 最後有冇死到呢？答案呢係冇嘅。原因好簡單，Amsterdam 一開始就唔係靠工業單一生存，佢係靠住一個地理位置、鐵路連接、社區嘅穩定情況、教育嘅資源投放，所以去到20世紀後期，好多工業區呢都慢慢衰退，Amsterdam反而慢慢轉型成一個穩定嘅住宅區、家庭嘅社區聚腳嘅地方。而家今日嘅 Amsterdam 點解咁多移英嘅家庭會揀呢一度呢？如果大家喺移英嘅港人社群裏邊，可能會發現 Amsterdam 呢個地方好似幾啱住咁樣。原因包括咗啲乜嘢呢？原因包括咗佢同呢個曼徹斯特嘅城市中心呢，又唔係好遠，你揸車又可以到得到啦。交通尚算穩定，有巴士，有火車，社區嘅連接感呢係比較強嘅。學校呢嘅口碑亦都好好啦，有 Amsterdam Grammar School 啦，亦都有啲好出名嘅小學喺當中，亦都唔太過商業化，好適合人住喺嗰度。佢唔會怕我哋要焗住要跟住時代啊，去走入去一個城市化嘅裏頭，唔會逼人去融入城市嘅節奏裏邊，會慢慢咧喺呢度嘅生活裏邊咧，慢慢你會接受到呢度嘅慢活情況。某程度上呢，Amsterdam 呢同好多移英嘅港人嘅心態都好似，我哋嚟到呢度啦，唔再追求香港以前嗰種好快好急嘅生活，而係想追求一個穩穩定定、安安分分嘅地方。最後啦，咁啊，Amsterdam都可能帶到一啲信息俾我哋。Amsterdam 呢個地方呢，從來呢唔係要標榜自己係一個咩偉大嘅城市或者偉大嘅地區，但佢已經存在咗超過1000年㗎啦。佢教識咗我哋一樣嘢，城市呢唔一定係最光鮮最亮麗，但係呢，佢一定會俾到我哋一個生活質素，一種生活感，好容易適應嘅地方。咁我都講講啦，其實我本身呢就係住喺 Amsterdam 噶啦，咁我都好中意呢一笪地方。呢一笪地方呢，有超市，有圖書館，有鄰近有 traffic centre， 其實呢，所有嘢嘅配套呢都好適合呢一啲我哋呢啲香港人呢，即係可能又想接近城市，但係亦都想有一個安靜嘅地方去生活，去同呢度嘅社區建立。我覺得 Amsterdam 對於我嚟講呢，同其他地方呢係一種唔同嘅分別。呢度嘅人呢好親切，亦都即係俾我嘅感覺係好包容到我哋呢啲唔同嘅種族喺當中。咁啊，同小朋友嘅家長啦都有傾有講，所以呢笪地方對於我嚟講都成為咗我而家生活裏邊嘅佔咗好大部分嘅席位啦。
好啦，咁我哋下一集都講下下一集嘅預告啦。我就會講 Tilbury， 就係另一個中產英國嘅誕生地方。下一集晚多一點呢個歷史專題呢，我哋會由 Amston 再行多少少，去到一個好有氣質但唔同，同樣呢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Tilbury。佢係由一個鐵路、教育、階級流動塑造出嚟嘅一個地方。點解 Tilbury 會成為咗理想英國生活嘅代名詞呢？佢同 Amston 有乜嘢關係呢？咁我哋記得留意下一集曼城早晨至晚多一點。今日去到呢度啦，我係你節目主持人保羅。如果喜歡呢一集，記得俾 like 訂閱或者 share 俾你朋友。但係如果你哋都係住喺 Amston， 或者你哋對 Amston 嘅歷史有另外一種睇法，記得留言話俾我知，等我哋嘅觀眾或者等我哋嘅聽眾可以知道更多呢一笪地方嘅歷史，或者呢度生活嘅點點滴滴。今集就講到呢度啦。今日星期四，都祝大家工作順利，小朋友就讀書就聰明伶俐。我哋聽日再見，拜拜。